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首先政務司司長會入落去做發言，另外3位官員亦都。咁呢啲樣本入邊咧，係有7個樣本，我哋發覺咧係並不合乎呢個嘅係阻延嘅標準嘅。咁而我哋發覺咧係好多係隨手可以攞到嘅嗰啲嘅標本咧，嗰啲嘅標本係嗰個合格程度係比較大嘅。咁而一啲咧好難攞到嘅地方咧係唔合格嘅係嘅機率咧係大好多嘅。我哋嚟緊咧亦會繼續係會攞更加多嘅係呢啲嘅樣本咧，係作進一步嘅深入嘅調查。爬嗰個樣本就有啲困難啦。咁但係其實勞工處由舊年7月去到今年11月就巡查咗係嗰個火警嗰個蔓延嘅速度係唔尋常嘅，所以我哋相信咧係嗰啲嘅係保護網或者係嗰啲係發泡膠板咧係可能咧係呢個成因。呢單工程咧係由上屆業主立案法團通過啦，包括黃碧嬌本人在內嘅呢啲。警方各個單位連日嚟不眠不休，到依家為止，我哋一共拘捕咗13人，包括12男1女，年齡介乎40至77歲，罪名係誤殺。被捕人士包括大判工程公司、工程顧問公司、二判嘅搭棚公司同埋二判嘅外牆工程公司嘅相關人士。